我從來唔覺得要喺忙碌生活中擠時間參與 BNI， 相反，我只係將 BNI 融入生活同工作，因為 BNI 喺我眼中係一種營商哲學同生活態度。我係 Andrew，Action Chapter 嘅創會會員，專業領域係商標及包裝設計。感恩當年揾我一齊創會嘅中學同學 Victor， 開啟咗我呢個深耕之旅。我2013年首次接觸 BNI， 就俾 Farming Not Hunting 嘅理念吸引。因為我中一到中七都有玩園藝學會，深深體會到所有細節都要用心經營，由土壤到種子、灌溉到除蟲、工具到氣候等等，都對收成有所影響。喺 BNI 13年，我發現有心栽花嘅直線回報已經好好，但原來無心插柳嘅曲線價值竟然仲大。當我聚焦喺商標設計，唔單止有更多展現嘅機會，仲啟發出自己嘅專利系統，建立超過20個本地同海外嘅長期合作關係。喺 BNI 由第3年起，我90%嘅新生意都係經 BNI 發生嘅。就連我租嘅 office、見嘅客、住嘅屋、日見夜見嘅人、飲嘅茶，都同 BNI 離唔開關係。好榮幸成為 BNI 香港20年其中一個種樹嘅前人。BNI 就係一個咁完善嘅農耕系統，無論種乜嘢，只要跟啱特性，悉心經營，短期定長期引戰，客戶、供應商定雙向合作，都一定會開花結果。期待下一個20年，同更多志同道合嘅老闆共同耕耘，共同乘涼。多謝 Action Chapter， 多謝 BNI。